另外，渔业署是规定讲，当年8月份至12月份袂使钓有卵的金马，违反规定会罚款15万。渔业署嘛甲这有卵的金马做记号，要放去海里，要用这款方式来了解金马的数量。跟从他们的方式就是我们打在这个最后一个永足的肌肉组织这个地方。伫金马脚甲第4支脚连接的肌肉组织，拍 T 型的标签作为标识。准备8月1日运送出海放流，这是科学追踪金马脱生情况的重要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这样回游的路径，然后再去配合我们的海洋因子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那怎样的海洋因子是会影响它去移动的关键因素？这样。都因为最近几年，掠的金马数量愈来愈少，体型也愈来愈细只。渔业署甲海大合作进行金马的生态追踪，佮严格规定8月7到12月底禁止掠卖有卵的金马母。今年佮增加规定，巴肚的卵方跳落来的金马袂当卖。无掠这抱卵母蟹，还是讲咱今无掠这较细只这鳍啊。这些鲟蟹类，后摆嘛是咱家己咧掠，所以这个产业要永续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保育的事情。为着海洋资源的永续发展，渔民甲反仔拢愿意配合，希望大家同齐保护渔业资源。9月的时阵哦，那迄一天有放2-3万抱卵母蟹等伫海底，阮是为这个保育哦，阮付出足济。我们金山万里这边的渔民哦，都很明理，然后很配合。政府的一些政策哦。也毋过，环团渔员希望上好会当规年禁猎有卵的金马母。对此，渔业署强调，违规者上悬罚15万，也希望透过相关合作，进一步了解金马这段时间内生态情形。记者综合报道。